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趙作榮。我製作呢個視頻嘅日子係2026年嘅7月6日。呢個視頻除咗我自己播出之外，亦都會通過吉 Sir、吉老師同埋 MM 嘅錄播直播節目，同大家分享佢哋對呢一個視頻嘅睇法。今日呢個視頻嘅話題係中國企業如何在國家立法規管和文化道德與家庭倫理標準下推出超仿真1:1人形機械人。咁未開始同大家分享呢個話題之前，必須澄清一個事情，就係呢個視頻同埋吉 Sir、吉老師與 MM 直播嘅錄播節目入面，唔係用嚟帶貨或者推銷某一間公司嘅產品，亦都唔係一個廣告嚟噶。回到今日呢個話題，目的係想通過以下3個節點提醒嗰啲僑居海外嘅華僑、華人、華裔家庭嘅子弟們，不妨考慮以香港為首嘅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回歸祖輩們嘅故里、謀生創業兩皆宜嘅一個理想天地。第一個節點係已經踏入成功之路嘅中國企業創始人，佢哋共同嘅特點係無與倫比嘅前瞻性。呢一種獨特嘅前瞻性，亦都係支持佢哋一往無前嘅信心、意志同埋底氣，造就咗佢哋響創業時期向目標投資者解說自己嘅理念同埋未來市場嘅前景信心嘅時候，可以做到旁徵博引、邏輯清晰、信心滿滿㗎。我並唔認識話題入邊嗰個機器人企業創辦人周劍先生，但係從以下一篇報道摘要入邊，不難理解呢個創業者嘅一往無前精神。引述開始，回看2012年，當時沒有人創業做人形機器人，也沒有投資人看好。周劍義無反顧地押上自己的全部身家投入研發人形機器人。到了2023年的11年後，佢嘅品牌優必選完成咗港股上市，仲響當年底推出面向工業場景嘅 Walker S 系列，開啟咗人形機器人進廠打工呢個命題。此後到咗2026年，短短3年入邊，隨住人形機器人賽道絕大多數玩家紮堆工業場景，優必選又通過新品牌優世界以及超仿生人形機器人試圖證明人形機器人嘅價值不僅僅在工廠流水線上，也會在家庭場景成為能夠記住你、理解你、陪伴你嘅存在。該報導指出，如果這條路走通，優必選將佔據一個獨特的心智生態位。此後所有談及家用全尺寸仿生人形陪伴機器人的人，都會以優世界 U1 為坐標原點。我引述完畢。我哋再睇下第二個節點。從上述第一個節點，大家可以睇到呢一個超仿生1:1人形機器人嘅企業創始人嘅成功，離唔開有遠見嘅投資者。更直白咁樣講，項目易找，白武士難尋。如果將呢啲項目類比為千里馬嘅說話，咁樣呢一個中國典故話俾世人聽，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亦都係同一個道理，就係邊個係周劍先生嘅伯樂呢？答案雖然只有周先生自己知道，但係從以上引述嘅摘要中知道，周先生從一開始就義無反顧咁樣押上自己嘅全部身家。呢種決心，除咗佢自己本人，仲有佢自己嘅家人，能夠喺當時睇好呢一個其他人睇唔到嘅研發節目，背後嘅掙扎同埋煎熬，作為過來人嘅我，可以話感同身受嘅。畢竟一將功成萬骨枯，呢個古聖先賢嘅教訓歷久常新，因此真正能夠豁出去而成功嘅例子都係鳳毛麟角嘅。第三個亦都係最重要嘅節點，就係中國近年嘅新三樣科技發展，以至陸續有更加多嘅新三樣都係離唔開國家高瞻遠矚嘅政策，徹底明白千里馬易得，伯樂難求嘅金科玉律。加上近10年來大洋彼岸嗰個國家興風作浪，導致此起彼落嘅國際經濟失衡。即使擁有前瞻性
經濟計劃同埋發展中嘅中國亦都受到影響，疊加本來已經競爭劇烈，內地朋友稱為卷嘅中國內地市場，到今日為止，內地嘅經濟仍然未能夠回復到過去光輝歲月嘅理想。說話雖然係咁樣講，事實話俾我哋聽，新中國政府早已經成為現代版嘅伯樂，津助經過篩選有發展潛質嘅初創科技企業。從廣州南沙、深圳前海，到最近中央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積極推動北部都會區嘅計劃，大家都能夠睇到積極協助初創科技發展嘅舉措，都只係能夠從國家嘅行政措施入邊睇到嘅。我嘅結論係，政府除咗資助初創科技發展之外，亦都公布咗一系列規管人形機器人嘅行業標準、法規同埋行政措施，確保咗中華民族文化嘅家庭倫理道德標準同埋規範。其中最值得一提嘅係2026年3月，中國發布咗人形機器人安全要求第3部分，個人及家庭家用服務領域，計劃號2026-1653-T-604。亦都係呢個服務領域內嘅其中一段特別值得大家去留意嘅。我引述開始，技術倫理紅線，禁止機器人模仿家庭成員外貌進行欺騙性交互，例如偽裝已故親人，避免對用戶情感造成傷害。企業須在情感模型訓練中剔除此類場景。此次發布嘅標準不僅為優必選等中國企業提供市場合規的安全通行證，更通過隱私加密再加上倫理監管框架，將技術安全同埋文化倫理深度綁定。今日嘅話題結束前，請各位朋友留意成立於1955年響廣州嘅中國賽寶實驗室，佢係中國最早從事電子產品可靠性研究嘅國家級機構，工業同埋信息化部嘅直接直屬單位。國際合作互認嘅機構，例如 CNAS、ILAC-MRA， 可以展開全球範圍內嘅認證檢測業務。核心嘅能力係提供從材料到整機、硬件到軟件嘅全產業鏈技術服務，包括認證計量、試驗、檢測、數據分析、標準制定、信息安全等。每一年服務嘅企業超過萬幾間，響機器人、電子信息等領域擁有深厚技術嘅積累，亦都係響呢度經驗豐富嘅準認規管單位。根據中華民族文化家庭倫理觀念，牢牢咁樣將傳統嘅道德觀念作為人形機械人進入市場嘅不可逾越門檻。呢個視頻同埋相關嘅鏈接已經上載到說明欄入邊，請大家繼續支持吉 Sir 吉老師同埋我嘅香港識頻道。呢個視頻嘅文字版大家可以登上百度或者谷歌尋找家國明星多媒體平台就可以找到嘅。又如果大家對呢個視頻感到興趣，請點讚、廣傳、訂閱，多謝大家。